台湾的新住民涵盖一路港愈来愈多，为着要照顾因的需求，中华线西有提供4种语言的地图资讯，或者的外籍人士会当知影讲，福利咨询中心、病院、甲信用中心等等的场所伫咧倒位，希望因来到青群的所在会当更较方便。哦，把它拉开来。 社区理事长新住民等人做伙揭牌，这是中华县头一个成立的新住民友善社区——线西乡下里社区。针对新住民的需求，整理相关的福利资讯、病院资源、柑仔店等等资讯的地图，要提供新住民生活上的协助。 用这个社区资源地图改变成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新住民的语言吼，互因拢有法度看捌吼，啊，互因伫咱社区内底的生活用个更较顺遂。咱的医疗吼部分哦，因较唔知影吼，语言的隔阂，有当时要看一个医生较无方便。阮社区拄啊有做这个偏向医疗的部分，就近来互看，安尼较方便。 新住民侵来台湾地头签所，就算加减会晓讲华语、台语，但是大部分拢看无中文。社团法人中华县新移民协会的理事长就讲，若是社区会当整合资源，对新住民会有真大帮助。新住民协会呢，我希望呢，甲市区可以融在一起，安尼大家拢有法度讲，哦，我要找什么有标准的所在，可以找啦。 中华县社会处表示，中华县内大约有25000位新住民，除了线西的下里社区，嘛已经开始规划伫园林、田中、丰原推设友善社区，目标是希望会当伫每一个社区拢建立新住民的友善资源，提供因生活支持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